让世界行一客家，让客家带你行向世界。欢迎收听 Open 客家，打开客家。欢迎收听 Open 客家，打开客家。我係林彦真，我係黃玉美，玉美姐大家好。哇，玉美姐你點啊？你啊大家都親時行講，客家做地寫做地讀啦。唔過呢，點詩啊吼，你啊親像很忙多做地來始終該長途哦。唔過今晡日都就請一隻來賓，用到李文歡先生，佢本身呢係一隻詩作者，唔過呢佢都來發明一張呢行語點詩。係啊，真難得啦嗬！佢可以講咧係通過行業認證嘅詩作朋友嚟講係第一上，佢咪係第一位咧開發呢個行業點詩嘅詩作朋友，因為講詩作嘅先生哦，佢就專門咧做呢個巡迴嘅教師哦，去教呢個詩作嘅學生嘅呢。我咪知道講非常嘅難得咯，讓啲咧講，其實咧也會有呢種先生嘅專門去教，教呢個台灣青島學教育嘅。詩作嘅學生嘅係嘛嘅其他特教嘅學生嘅啦，呢啲巡迴教師都會慢慢去教佢哋。係啊，所以講咩係暫時嘅進步。唔過呢啲李文歡先生，佢喺後生嘅時間呢，並冇按好嘅資源哦。唔過呢，佢可能自家嗬上網嚟讀書呢，你下嚟讀到博士哦，嗬。呢呢出嚟分享嘅李文歡先生嘅深度立場。好，李先生你好，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大家好嗬。兩種腔調都照顧到。係啊，非常嘅歡迎來熟悉那個李先生。呢個李文歡先生佢本身係一位詩作嘅朋友，係冇？錯。係咩來先紹介一下你自家木竹模仿片嘅原因係乜嘅嗬？其實我從細出世我係正常學生嘅，到15歲嘅人呢，就擔當木竹嘅問題，都師生見微縮睇咧，一隻100年啊，就存到差唔多2分木安尼年。所以到其他數字，比方10公分啊，所以到其他數字，但較遠啊都看唔到嘅。OK，一下一禮拜之內都按撥片撥起來啊。所以冇可能就夢見啦。哇！所以講喺之前冇乜嘅徵兆嗎？一系列啦，像人家講嘅乜嘅飛蚊症係，就有碰些冇按嚟比來比樣安尼，一系列問題。唔過忽然間就萎縮太當家。唔過講15歲啊，吼，喺度喺考高中嘅時節啦，一下就按個情形對學習來講影響動態係嘛？拄好幾年咧，喺國中2年咧下學期暑假。用了金錢看唔到準備要聯考嘅暑假，就存7年就要考高中但今年係7年嘅聯考。最後1年嘅聯考係冇？聯考都每都改聯考之途7年，安尼睇下就點解去讀書。係啊，嗬。唔過你從因為講，樣讀到了嘅事情啊，從你自家啦、屋企人啊，一天啊，親人來接書哦。你當時嘅心情？當然。其實我係嗰種是硬甜甜啊，所以呢，我冇想講木竹唔好，見到係會好去啦。當然係阿妹阿爸較難接受，尤其係我媽媽，因為我一種遺傳係啲阿媽嗰邊帶來嘅，但係佢唔承認咯，還有太我張地講，連個牙球光一片，就是什麼一片那種家婆一片種哈，就有安尼你痛安尼。所以講，你喺視力全部都看唔到嘛？還有呢，你看啲資料啊，從前咧係呢，有去參加乜嘅行業認證啊，嗬，所以講木竹係完全嘅看唔到。我冇完全看唔到嘅，好改在後還有保留一些嘅視力。就像我聽講嘅，我中間強強我看唔到咧，因為我順頭一個畫面還看到一些咧。我話看同時間啊，會飛。木竹會飛，個面會飛一片嘅，斜斜嚟看，唔係真正嚟看東西。我視到變動態，比如講看嘅行業看詩有冇？我就視到變到把種嘛，一般安排能看得到。過咩帶團嘅啦，就看到嘅睇啲嘢係安尼，就佢就係乜嘅詩安尼。原來按個情形。唔過先生啊，想講你，真係你哋啊，咩係做人嘅先生嗬？個過程就要用慢行咯。
讲也较教书的高产。係啊，就講用辦法行業教書。係啊，像頭先家講嘅語學考試咧，忽然間私立咧受到影響，下後呢應用班人嘅來進行自家嘅求學之路啊、求學之路啊，後來我唔單止講自家書讀好了，又還做先生哦，啊像你一趟那個讀書嘅過程係樣辦哦。也是講來就發條長。係哦，講發條長哦，嗬，也心路歷程啊。就各種第3年吼，我就完全冇讀書，都坐等嚟讀聆聽，因為看唔到書，課本看唔到，個分派試也咪看唔到。個先生就講唔怕啦，你就坐等點點，冇抄到同學。冇抄要，係啊，就喺考試你就撲等衰冇唔怕，跟住食到皮骨骨咧啊，因為冇乜運動。啊，嗰就各種畢業了是順利，各種畢業都不卡。都不卡穩定青年，冇講穩啊，都不卡有事情做啦。但係唔係講未來到哪，ที่扮演啊，將來到也新北市嘅新莊嘅望言重建嘅，都醫學作用啦，日文嗰個學點師，嗰樣時我等第個哦，原來我名點師啊，後尾過年嘅點師，我做都係繼續去讀書，嗰時我要做到天母嗰片嘅台北啟明學校，讀3年。我就考到中華師範大學鐵教呢，主要呢雖然講歌唱行動到，我本人節目這類事情，而家冇時間好講。係啊係啊，唔過像老師我有知道講，在你啲不卡呢個期間啊，完全就冇讀書，係咩呀？因為講在當時這個環境嚟講，對於呢個視障嘅教學資源嚟講，也比較的還不足，係冇？係講因為資訊不足，也講佢教學嘅資源還不足。嗰時候我帶到冇做冇講，係民國78年咩？嗰特殊教育章開始起步冇幾多年，你講沒有多少有城鄉差距，都係沒有你啦，沒有你嗰樣時要因為我喺副研研看唔到嘅，你好教嘅嘅一線嘅線上係冇同步教育局佢唔可以啲。錯。我說也下特殊教育就當普及，以後就唔可以有安尼嘅，較少有安尼問題，唔免完全冇。當然係講嗰時候嘅教育資源較少，唔看教材咩係啊，那有點師啊，比方睇課本，嗰樣時就當少，還有當貴。你像按學生用點師課本，一隻學生一本點師課本哦，一課做22萬。哇，咁貴哦！係啊，我有時候講，一隻小學生一學期嘅課本做得買一台 BMW，幾下百萬。係啊，所以講在可能在當時啊，對了到所謂嘅特殊學生嘅教育嘅資源，也係冇辦法講統一咁多。一方面觀念啦，也係內進步，再來也係，比如講預算啊、經費啊，每個學校佢看待呢件事情嘅態度也冇同樣嗬。這裡講係幾樣事，這裡講已經有誒，因為像我還有人生係沒有你同佢窮嘅，沒有這種學生誒，我講喲，咁調班用語言教呢？係，講我要讀到假先生，喺下佢做教狀，佢講，哎呀，咁調班我有冇教懂？亦就係一個通報嘅問題啦，冇通報出去，係啦，學校嗰時候通報系統冇按完整。所以講後來做緊啲木卡嘛，啲木卡係自家學先嘛，都靠，彈下垃圾藥啊，係啊，曲橋嘅曲調嘅，做細嘅。所以講爸爸媽媽也冇想講，我嚟想辦法嘛，還是說，就送唔到台北啦，一講去其他地方，執過來看有冇做。其實一開始嘅時節，記得想辦法係見帶我去看醫生，記得望眼係冇好去啦。嗰台北、台中高雄內做醫看，睇醫院話看衰咧。看所以後看中醫可能要門診，要驗車咩啊？條可能讓我怎麼好去啦？植發弄到安尼出事，但親後就完全都親後就冇結果，以後咁陰命啦。講我咪喺有想法嘅記念嘛？哦，我都換較早第二套補養，18歲就很愛套補養。咁我做乜見啦？有個意思係講，條擺斯坦運動神經講，你睇18歲套補養嗬，講20年上18歲，人來就做得香嘅，年冬天嗬。我覺得我冇做幾多意思。後來你看老師呢做自家簽到自家嘅出路，阿勇兒慢慢嚟嘅來學習吧，一路行來，你看從自家嘅學習吧，再來又自家來做先生咯。唔過老師呢，啲下係講很多那個視障嘅巡迴教師啊，視障巡迴教師，人媽媽可能爸爸媽媽冇想到過，佢冇做考唔到，還做得做先生哦。
係冇，所以老師可以來紹介一下嘛，有很多視障巡迴教師，好冇？視障巡迴教師其實是民國57年開始就有安尼個台灣就開始有安尼個制度。就是講，咱現在健學校都方有視障嘅小朋友，特別講盲童啦，完全看唔到嘅就是較嚴重嘅，就要照顧佢。佢係冇辦法，伊到台北啟明學校、台中啟明學校，冇做台中係一間到惠民盲校，冇辦法去上間學校讀書嘅學生嘅，啲嘢要靠順條學校讀，教育單位就會派線上醫嘅學校教佢，派專業線上醫教佢用嘅名點師。用怪棍的啦，咁啊講苦創係咪做得啦？白手杖，嗰樣是蠻有天咯。佢到視障人士生發過學習需要嘅優良，我落去學習啦。叫做派線上醫教，我也下嘅工作就係派我去特間學校，伊就講我南莊那間學校天美學校有一個視障小朋友，我就派我去我坐公車，坐兩個人用不等於，好9兩節課我去轉來。哦，佢就蠻辛苦哦，要進來接觸一度嘅視障嘅小朋友哦。嗰時我哋即係講我，其實我也執先生咪講係順田水嘅，我佢曬到唔卡卡嘅，蠻係田水。唔係係你係懂斯文嘅先生哦。唔過你老師啊，因為唔到去教了嘅學生嘅嘛，咪看到青島嘅視障嘅同學啊，唔會知道講除了去教佢到基本嘅生活需求啊，其實會用把人嘅鼓勵佢到冇，因為我知道講，你要會變到佢到心靈嘅導師會冇。聽說係安尼，我自家沒有講過啦，動沙皮樣嘅。其實老實講，我自家嘅經歷，嗰個我認識很多視障朋友，佢哋當到成功嘅經驗，我做得分享俾我哋學生嘅。我也係如果讀到一個新嘅學生嘅。我做落去打最久嘅時間，就天天就熟悉佢嘅志向到那片，我就開始落去畫藍圖，本佢一張夢想，應講開路必行啊，開幾一條路必行，看佢要行哪一條路，就落去差唔多落去設計好嘅，比如講我會先想講啊本他人想要做乜個條路，假使講佢係想要做先生，做教書先生，今日太好做運動啊，同乜個？今日太好。讀師範學校，今日高運動做讀高中，唔係讀高，唔係讀高職，跟住我用倒敘法嚟倒轉嚟，本老分析本學生一談，也個人生佢就會較穩定，我一下教課方式係安尼。唔過像我們講吼，像視障嘅朋友啊，佢哋最接上要拄到嘅問題，似到係乜嘅樣？除體講學習較困難之外，心理上會較接住乜嘅問題咯？其實初案講本當真講，其實視障小朋友係有因為嘅目睭嘅損失嘅長度無同樣，佢拄到嘅困難要當多年，完全看唔到嘅，電到佢我冇按到困難樣辦講咧，因為佢本人看到是佢就需要照顧，但係像我樣咧，看到有槍看到，有槍看唔到啊，到一種當到低視力嘅小朋友，佢到就會像嘅認真講。佢心理嘅問題就會有一些狀況，比如講，佢自家冇辦法認同，佢自家係盲人。佢有看得到一些。錯，佢家來聽書嘅時間，佢講冇聽書眼當看唔起我樣，有啲小朋友安尼咧。過佢講，有啲係話個終身千萬咧，佢會調試到調那毛，都冇做到嚇，簡單。香港每一個人看到佢冇做冇看，其實佢冇想到按你簡單，係人家如果做下冇做。見到人家會注意到，就記得一條最輕，我哋可以貼喺那個輔導嘅鋪貨。佢其實一般正常人咪咁樣啊，其實你也有教資，也有一道朋友，其實你下擺嘅點樣講發展可能都會較好，路會較快佢出門做好朋友嘅。係啊，佢就話搞結的。係啊，參加靠父母啊，從外呢做靠朋友啊，即係講冇做冇方便呢，更加嘅靠朋友。所以講咁樣把人嘅將佢哋嘅心來打開呢，我想兩咩係老師啊，來講唔單止講教佢哋基本呢，嗬，嚟學習嘅方法，再來呢心理來攏佢溝通啦，做朋友啊，更加嘅係老師就動態嘅工作嗬。所以講老師得到了嘅總統嘅教育獎啊，嚇，知道實至名歸嗬，也千難的。不過後來呢，老師啲啦教學嘅過程當中呢，會發覺到
佮記到嘅學習啊、點詩吼，唔係可以學華語啊、學老話，還個客家話。所以老師呢，希望把人嘅緣分之下呢，為了開發呢客家話嘅點詩嘅方案呢，吼，你亦可以考慮下繼續嘅來用李文歡先生這個來打這個哦。來說一碗小小的麵包板。大家好，我係林生祥，那下收聽的係來自台灣的聲音 RTI 中央廣播電台。父母，剛才錄一碗麵包板。朋友，鄉親好朋友都在來節目當中哈，今日嘅龍認真哈，嚇來訪問我哋李文歡先生。其實呢係要讀到李先生呢講啊，在國慶日嘅時節有成功開發了個台灣客語點詩編譯嘅方案。問題呢，今日嘅做到了元素啦，我先講，好好嚟請教一下。係啊，想請教講，都喺頭下就講到了客話點詩嘅編輯方案啦。做第想請教一下講，你喺哪時開始來投入了客話正式嘅學習咪咯？正式學習應該係1811年。剛才用辦嘅記者講，因為講大家本來都會講嘛。係啊。我開始去看啊，去討論。其實做喺教育部，佢就講，佢頒布講，啲1811年嘅時節，全國嘅國中、高中愛教本土語言。當然本土語言客家話啲咩包含啲都好。嗰大家學校派先生以書訓嘛，我就看到我嘅群組都學校先生教學組長就問講，有乜隻學生，乜隻教先生有想去嘅嘛？我就講，哎喲，我講雖然我係鐵教先生，但係學校係冇人可以嘅話，做得送我出去培訓嘛，就我就幫我做到機會嘅，就機會學我其實係對客話有興趣，某一天我要做客話先生。係啊，興趣較重要咪要統計。錯，唔過呢，像老師啊講嚟學了嘅培訓啊，因為你係師長嘅朋友，係咪因為大家會知道講哇，愛特別來為你準備乜嘅其他東西喎？冇同共同神奇啊，因為嗰樣是都係呢疫情嘅嘅時間咪嚇，嘅上課係都面向上課，先生完全唔掂，我做係唔好嘅。嘅冇問題嘅時間，我回答咧。東西要正常回答咩？嗰個多話設計天咯，我要佢設計用兩天佢表態嚟看。嗰個蒙人地講我係蒙住快睇咧。幾好來呢？好得要天字教材啦。唔過我講我睇下要報名認證考試嘅時節，我就老先生講我唔理做得考冇，因為認證考試，我考試我寫幾多東西。有動到困難，係啊！叫看按正常困難啲喺邊咯？嗬！我做老先生講我係師長誒，講唔怕人講，伊講此看咧，佢有特殊需求嘅嘅神槍啊，人做神槍看嚟看叫我本考我應用嘅服務乜嘅服務嘛。真我喺有意考，我喺全班第一個分咧。中國嘅第一個分，260人分咯。哇！所以從去考試啊，去考場啊，嗬，該片該。佢哋提供嘅父母對你家下來講係有哪個冇？其實都是講係冇，係有進步空間，係有進步空間啦。因為我做申請佢就講核准，我就必幫我考，我申請我需要嘅服務講，我以前我10多年前考初級嘅時節，唔係電腦考試，資本嗰個可寫啲檔行啊，而家完全用電腦考試，嗰種麻煩嚟啊，我可能電腦檔行。你冇辦法拿佢表達嚟看，因為也個考試嘅內容係固定嘅考試題咧，冇辦法表達。其實佢可以表達啊，咁表冇拉睇我看唔到。我就講佢做得申請講，唔印出來，我做得唔睇到，我寫啲檔行同我抄過去，做得冇謄寫嚇。我覺得核准，安尼我就記一篇咧。嗰個還有就係書寫嘅問題就也就太細咧。我講我申請用電腦考試，佢講電腦考試做得啦，但係我用客語拼音輸入法，我要學我咩話打，但係我又發覺到呢客家嘅拼音輸入法啦，要動到時係打唔出來嘅。嗰個我打出來以後，佢念出來嘅音係國語，比如講我打老一隻字，我嘅
望因个天路个语言啊，佢要讲招，就当到佢要用国语个发音，念不会通，讲来就会分拆脱。讲做得用辅相语输入法嘛，因为平常用个猜码大师诶，伊讲佢用做唔得呢。讲亲像就退休讲先靠章较重要吼，就带自家考试机办机起伊，不用太来看，甚像延长10分钟，帮我考较久一些咧，会帮我过啦。哇呀，这当辛苦哦。不过呢，种语呢也完成的吼。不过后来迄么伫了个去甲考认证的过程当中，就想到，假使讲四种嘅研究来考试的话，好，其迄么有限有嘛个这个来含啊进步嘅方式，这个来考试，迄么按用人来是在意上，这个来研究了，你行语点诗嘅评语方案呢？应该就有相讲啊，讲那有客家点诗的话，我就得用点诗来做考试，变成个书写部分用点诗来皮带就做得咩？问题台湾就冇行语点诗。所以老师后来係用白人嘅想，對你那個來講啊，點字就很困難，要用客家話嘅點字，用白人嘅設計嘅優點，我簡單嘅來分享一下。其實本單我有想做一隻點詩，因為講台灣通過中國去認證嘅四種形式，可能因當真但請我撒聆聽，有四種嘅教師，有鐵鋼，有點詩，也多重身份，就像一件事情，他不一定係我來做。因為我有很多嘅特登博士班，也係特殊教育嘅東西咩，我有想去做，但係冇有時間好做咩，一多也好奇，一開口就有一隻台南一種嘅行業先生，佢都用張看到一條講，四種先生會叫考過認證啦，佢想個剛硬用嘅考過，佢都好數到一隻學生係全網嘅，佢學生問佢講，老師有點詩好學冇？要做來前嗌，佢做按你嘅語言吼，我就講，運動我提早來做了，係啊，就開始，因為我一旦做都熟悉資料，就當一安步就處時間都會想見上，有時候坐公車坐到高班就見啲想哦，都想出來。咁我睇下講其實我也行語點詩嘅特色咩係嘛？其實我係有。我有鼓勵到吼，學過國語點詩，如果學解一種點詩，係咪頭腦就較辛苦，重新可以土壤誒。我就想講，我喺老一學點詩吼，比國語點詩嘅基礎帶下，然後佢延伸出來。嗰時候我上母嘅部分呢，我用英文字母，就用英文嘅拼，佢波我就用 B， 就直接係用點詩嘅 B， 完全對到，係用當好記。對，本來都曉中文、英文嘅語言都較簡單。等等上母嘅部分，佢等等就其實完全就唔是破嘅，等等就低嘅。咁啊，就韻母嘅部分，韻母部分我就先用國語點詩，佢有嘅我就對落去，譬如講汪吼，汪一隻音，本來就有啊，客方面有汪吼，咁我就用一點4、5、6點嚟排落去。排落去以後，我就發覺，唔錯，漢語嘅音節當多啊，有100空四則嘅，即上母老韻母改了100空四則，國語爭幾多則聆聽，爭59則聆聽。按用都冇啦，冇啦用，咁就想辦法，嗰有係有日常時嘅問題，國語冇日常時，佢嘅都上到5則。一隻點嘅排列咧，應該係嚟講，客家可能唔係點詩形容出來，點詩係60點聽聽，而家60點我排，而做得變嚟變以後，嘅排列順序有63隻變化，嗰時青島就63隻變化聽聽，你排100空四隻行語嘅音落去，你就對唔到，要用頭來想辦法去變出來。我知道講點樣係推廣一種教育平權同好嘅方式，所以你認為講進到四中嘅學生嘅，其實佢嘅學心呢並不應該因為佢嘅母語考唔到，所以青島嘅事情講佢母語考唔到，佢唔適合啦。所以講老師喺進來材料方面則個來努力，希望所以四中嘅學生嘅佢咪可以學習到青島嘅東西，係冇？講一陣見現了。佢我有想到講話，一下推廣 CRPD 做係省種人士嘅平權咩？平權啊！一下本土語言學生嘅特色，就一下搞到各種語言成了，高中語言中學教，
甲无想到讲，遐失踪的小朋友，其无本土语言的点数，甲其迄咩本人忽略掉咧，其实本人不用旁边，跟住像个条白样啊，先生同讲，就坐旁边乖乖点点糖就好咧，你就无课本啊，迄咩像我就面向到个条白，我就会安尼啊。教育无本去适当的教材啊，系冇？适当教材啦。係啊，唔係佢唔學啊，你冇教材本嚟學嘛，嗬，甚至於講，你做攏係放到旁邊，講係唔是，其實係咩當上嘅學啊。也就公平性的問題，反正人做都人做做，老實講，行一點是咩？係很多劃時代在創舉啦，因為幾百年來面冇安嘅東西。全球可能都冇安嘅。應當講，其實我想講，佢客家迄上嘅字體，迄項我客家電視，客家講較好些對誒。咁其他不幾咩都做得來做公保人才啊，種話是種小朋友做公保人才，其實當適當咧。錯，係啊，佢咩可以要諗一條其實講人生嘅路。所以講，就按你講做先生嘅人，也講教育最重要嘅、最寶貴嘅，唔只愛提供佢下那多年嘅發展，訓練佢呢方面嘅能力嘛。所以講，我知道呢係當重要嘅。當我評定嚟，先生啊，到了我知道吼，你係就似唔可以定子嘅，人乜嘅事情都會自家來做吼。自家嘅問題咧，有時候我唔會按主通。但是遇到拼人的事情的時候，我就會較之就係當神嘛，經驗仲會係啊，因為佢而家睇到有學生嘅點問咧，佢講有學生嘅有需要哦，我就實實那個來研發嗬。最後唔講有得到總統教育獎哦，自家心情用白，不過一路行來，我知道講，你有冇想到會得到兩個獎吧？其實也係2020年嘅事情，2年lang嘅。佢總統教育獎嗬，唔係辦本先生嘅，係本學生嘅。因為我嗰隻自己係因為我係博士班嘅學生嘅，因為先生應當係得個師讀獎係嘛，佢冇驗暗掉就發啊。所以講因為唔係啲讀書，今年嘅新聞講，也係青島嘅最嚴重嘅得主，就係安尼。唔過你有本人青島嘅鼓勵啊，嗬，這個冇因為這個身體嘅模仿片啊，也講有缺陷啊，阻止到而放棄自家。所以講，係你愛家的呢，李文輝先生嘅故事呢，嚟鼓勵下那多一年哦，尤其係佢對客家嘅用心，更加嘅值得你客家人來鼓勵來研發啦。全球第一套客語點字拼音方案，嗰位聽眾有見證到。走，今日請什麼？你李文輝先生來你嘅分享哦。時間嘅關係啊，做來龍李先生打在古道兩邊，安子西什麼先生？什麼先生？龍太子家，安子西。等來了。先係睇到咧，我知道請感通都講，大家呢要遇到嘅困難都千多。李文輝先生呢做得總結自家嘅經驗，伴下那多嘅學生嘅鼓勵，能夠做出下那多嘅資源啦、教材了掉，黐到千皮膚。係啊，希望呢政府在特殊教育方面能夠增加經費，或者對了到特殊教育嘅先生呢，也能夠多多來照顧咯。今日呢，Open 客家做俾你進行到了邊，我係歐美芝，我係林仁珍，張來了。神夢按自西要中醫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